看过台北市来看新北市的选情，民众党新北市长候选人高虹安赴注册会认定是违规兼职。高虹安反指控这个注册会执行长到政府讲公然讲白贼，并且要求这个对方爱回失礼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这个郭建明伫批评讲，天下敢闹迄个加害者爱被害者回失礼，查啦叫警察回失礼道理。高虹安强调讲，伊无领高地这个科地的薪水，拢是主管指派工作。伊反呛郭建明根本是新北市第4组的候选人。那柯建铭是不是我们新竹市长的另外一位候选人？说这些失格又失控的口出狂言。民众党立委高虹安决定不个讨论，因为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讲伊伫注册会时违法兼职。资策会的卓正宏执行长在国会公然说谎，卓正宏执行长可以来跟我道歉。加害者对被害者让被害者道歉，就有小偷叫警察道歉一样离谱。我不知道说柯建铭或者是整个民进党或资策会，现在是可以直接指认你有罪，那你就是有罪吗？两个人一来一去，伫立法院有镜头头前开战。郭建明阁讲高虹安前一天公布招收主管之间私底下往来邮件，当时注册会几位主管拢知影是公布犯罪手法，是犯罪自闭书。卓执行长呢自己有这样子一个在外面兼职，而且还领兼职费，反走过被留下痕迹，这一些证据都会被留存。他私下的 email 就代表一切吗？就拖人下水。找几个陪葬的兵马俑而已，你要好好面对法律问题。唔然呢，郭建明阁列出高虹安要面对10项司法问题，操作网军伫网络影响民众。高虹安应该拿出正式的核准文件，不应该一直用私人信件。一再的这样的模糊焦点。台湾的法律不应该是当今天我们指控人有罪的时候，是要当事人自己自证清白。面对中央阁有地方的对杀，高虹安一个人要拍两边证明家己的清白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